齐平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齐平时声节目。新冠肺炎的疫情呢，造成了我们的国内呢这个观光旅游，还有饭店餐饮业甚至到国外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现在呢，台湾的疫情有趋缓了，所以业者呢也蓄势待发，准备来迎接新的一波的商机。那今天我们市民新生节目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在台南呢成立了3年，而且呢是国际级的连锁酒店哦。这个酒店呢非常的特别。那今天他们的团队到节目当中呢，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经营的理念，还有他们酒店的特色，还有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现在呢，就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台南大园皇冠假日酒店的团队。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公关经理施孟甫施经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园皇冠假日酒店的行销公关经理，我叫施孟甫，大家都叫我 Vivi。非常欢迎 Vivi 哦。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有3位的主厨哦，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好，来，首先这位是行政总主厨周烈成周主厨。你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园皇冠假日酒店的行政总厨，叫我店里可以了。非常欢迎。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彩丰楼的主厨袁东海袁主厨。大家好，我是中餐厅彩丰楼的主厨袁东海，大家都叫我袁师傅。袁师傅好。好，那最后一位呢是西点主厨刘进成刘主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大园皇冠点心房的主厨刘进成。好，非常欢迎4位来宾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我们知道说台南大园呢皇冠假日酒店它是国际连锁的一个品牌嘛，那我们是先请公关经理跟大家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呢当初会选在我们台南的安平来设立呢？其实这是一个故事的。其实，在我们这个块土地是我们的业主，也是我们董事长李习奇李董事长他自己的一块土地。那他想说他自己是安平人，那想说长时间在外地打拼工作，那好不容易想说自己事业有成了，想要帮自己的家乡然后做一些贡献，所以想说利用自己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土地做一些开发。所以他想说，那安平这个地方是这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那好像没有一个全国知名或者是全球连锁的一个饭店，所以呢，他想说，那就他去找了一个全国连锁的全球连锁的酒店，然后希望呢来引进这样的国际的视野，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安平这个地方带动它的观光。那于是他就找到了洲际酒店集团，然后呢，这个集团就派了一些代表，然后来去帮他评估这块土地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的愿景。于是呢，他就帮他建议他说可以弄 Crown Plaza 这个品牌。于是呢，就是洲际酒店在台湾第一个 Crown Plaza 的品牌就在安平这个地方。那这个酒店的品牌呢，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国外的一些观光的视角，可以来到台南，来到安平这个地方，然后可以让更多外国的好朋友可以有机会到台南这个地方。即便是现在疫情的关系，但是在疫情之前，我们酒店在2017年开业的，然后当时就很多外国的朋友知道，原来台南安平这个地方很棒很美，尤其是我们饭店的地理位置是位在盐水溪的南面，然后呢，它可以同时在我们房间里面看到日出，然后看到夕阳，尤其呢，安平有最美的台湾8景之一的安平夕照。对，所以等于是我们拥有这么棒的一个地理环境，所以饭店在这个地方，当时其实盖的时候就很多人不看好，说这地方应该很偏僻，而且在算是海边了，对，怎么会有人在这边盖个饭店？但殊不知，其实在这个地方一旦盖了之后，它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反而是可以让许多来度假放松的人可以有这样的很好的视野，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大家会觉得说不想要到人拥挤的地方，对，没错，反而是我们饭店这样有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然后呢，饭店的房间还有大片的落地窗，然后还有阳台可以走出去，可以深呼吸，然后每天呢，如果你睡在我们饭店的话，是被鸟叫醒的。哇，好棒哎！对，所以等于是这个品牌的引进不仅可以带来一些国际的视野，然后让国外的友人可以知道台南安平这个地方的好，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发挥原本台南安平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地理条件。
对，没错，而且这个洲际品牌啊，现在它全球有超过1亿的会员，对不对？哇，所以这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商机，然后对，就像刚才呢那个经理讲的哦。当初呢，刚在盖的时候，其实包括我都会觉得说，喂，为什么会盖在这个地方？然后很多人说那个地方这好像比较偏远一点哦。但是其实呢，安平哦，那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了，对不对？而且它那边的风景真的是太美太棒了。其实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度假，你选择在一个市区的酒店，或者是选择在这个它离市区差不多也是20分钟的车程，很近啊。但是它可以享受到比较大自然的环境，其实它比一般在市中心的饭店来得好。对，所以而且你可以真的达到放松。像有时候我们在放假要出去度假，然后如果你选择是市区的饭店，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休息到。没错。那如果你到这个比较看起来从一进到饭店，你就会觉得它整个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才是真正让自己放松，得到充电了。对，没错。好，那到底呢？台南大园这个皇冠哦，假日酒店，哇，它还是冠上皇冠，对不对？本来是假日酒店，那更顶级就是皇冠假日酒店。哇，它到底在这个安平设立之后呢，它的外观、它的建筑呢，是不是融入了当地的特色？那可能有些观众朋友有看过，有些观众朋友没有看过。那我们透过影片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哇，大家看完 VCR 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说，哇，这间酒店它真的是风景非常的优美，然后空间也很宽敞，然后里面的设施也都其实非常的现代化、时尚化，然后它又有结合了一些安平的特色，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公关经理帮我们做个介绍。OK， 其实我觉得刚刚看影片其实不过瘾，真正的话你要感受的话，其实要自己亲自来一趟。那首先可以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的大厅的丰收鱼篓。那为什么要取这个大厅的这个装置艺术叫丰收鱼篓？是因为安平是个早期是个渔村，那所以渔民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就是鱼篓来捕捉渔获。那当你的鱼篓里面装满了渔获之后，就代表的是丰收。所以呢，这个装置艺术我们就称它为丰收鱼篓。那它的挑高有48米，所以等于是你可以站在大厅的正中心，可以感受到那个鱼篓的气势。是，甚至你可以有2个，一个可以跟它合拍的景点。想要知道的话，其实亲自来一趟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可以跟这么巨大的鱼篓可以做一个合拍，是，那就成我们的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对。那除了大厅的这个丰收鱼篓很棒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很多的空间都有植入安平的一些文化的元素，比如说我们
有231间客房，那我们每一间的客房的门牌的号码就是安平的守护神剑师。剑师，对，所以等于是，你就会觉得说剑师他在对安平人而言，他是有祈福，然后也有辟邪、镇煞等等的一些所有的功能都在他身上了。所以他在我们的门牌号码上面呢，你就会觉得说，我可以安心入住，对啊，可以得到他的庇佑啊，或者是得到他的祈，对，所以等于是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安平的地方又更接近了。对。那除了这个剑师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宴会厅也很棒。我们宴会厅的它台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义载金城，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义载金城它的形状。它的城墙的形状，你一定要透过空拍你才会知道。对呀。所以呢，为了让大家你没有空拍机你看不到呢，我们帮你都做好，在我们宴会厅的吊灯，就是我们用我们义载金城的城墙形状所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宴会厅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办喜宴的地方。是。所以相对呢，我们新人在这个义载金城的一个宴会厅底下来办这个婚礼，表示他可以得到坚固的爱情。哇！然后呢，我们宴会厅的地毯呢是用长毛地毯。那我们刚刚有讲，我们饭店刚好的正前面就是盐水溪。那盐水溪是一个生态非常丰富的地方。对。那我们的长毛地毯呢，就用仿照我们盐水溪一样，就是有蓝色、白色、紫色，就很像波光粼粼，就是整个盐水溪透过阳光折射产生了不同的光影。所以呢，我们那个地毯呢就很像我们盐水溪的感觉。对。所以等于是我们透过很多的一些细节的设计，希望让来到这边旅游的客人也好，或是连台南在地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会觉得它很时尚，会觉得它很气派，同时不会有距离感。对，没错，哇，真的呢，要把这些安平的特色呢，哇，这样子非常不露痕迹，但是让大家感受得到的融入，而且跟饭店不会说不协调，会感觉说，真的有这个剑师在守护我，对，哇，那像你刚才讲的义载金城跟盐水溪，哇，全部都融进去了，但是看起来这整栋的建筑又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气派，然后又很时尚，对的，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用心的设计。而且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安平夕照，就是安平最美的夕阳，我们在我们的房间几乎都看得到，因为我们所有的空间全部都是用落地窗，哇，连我们的会议室啊、我们的宴会厅啊，我们每一个房间都是大面积的落地窗，所以它的采光很好的同时，你也可以把外面的滤景直接照映到房间里面，同时你也可以得到绿能啊，甚至你不会因为阳光的关系，你需要开很多的灯，所以也是我觉得它同时也兼具了环保、绿能的概念，同时也可以让整个大自然的空间融入到你的环境里面。对，哇，真的非常的棒哎，所以很多人度假就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房间，你才能够哇欣赏到这么棒的美景哦，才真的是有在放松、有在度假的感觉。好，那我们就除了你们的建筑、你们的饭店，你们刚才也有稍微看影片嘛，你们的主厨都很厉害，因为你们餐点看起来都好好吃哦。那今天3位主厨其实来头都不小，是不是？麻烦公关经理帮大家介绍一下。好，那首先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行政总主厨 Danny 师傅，他也很厉害啊，所以等于是他可以率领我们各个团队的主厨们呢，去创作出更好的一个美食。对，那我们就让我们行政总主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个主要的一个餐厅。对，好，你好，我们大云王冠假日酒店那边有3个餐厅。有一个纯自助餐的民宿餐厅，是，对，还有一个是日式风格的内瓦餐厅，对，还有一个中式的以粤菜为主的彩凤楼，那一个酒吧罗比吧289，因为我们饭店的酒店的门牌是289号，哦，所以2898刚好是酒吧，哇，那元素餐厅的话就是好像它的店名一样。元素不同的元素加进去，我们的餐厅里边，我们有海鲜区的，有中式区的、西式区的。那当然我们以新鲜海鲜为主了。有几个是现做的，面啊、面摊啊，西式的现切的牛排、牛肉，对，都是以不同的元素来呈现给大家。哦，所以叫元素。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一区的甜点区，就是餐厅一进来，你就看得到我们的色彩缤纷的甜点，对。哇，这样真的是那元素的话就是练娃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日式的风格的餐厅。我们基本上就分3个部分，一个是日式的，那个是烧烤的，那个是铁板烧的。对，所以这个餐厅里边有3种不同的风格的
烹调，对。对，哇，对真的是很棒。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哦，那个公关经理有跟我讲过，你们里面都会叫那个冠军师傅跟金牌师傅，为什么这么叫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位原主厨哈，他也就是得过很多，在我们我曾经带他去大陆参加过美食交流，所以他就得到了冠军，所以我们就称他是冠军主厨。哦，是。那我们的西点主厨呢，他也是曾经得过很多的金牌，然后甚至也得到过前马英九总统他的国宴当中的西点的御用的师傅，所以呢他是冠军，他是金牌主厨。金牌主厨，对，哇，所以其实3位都很厉害。那个总主厨就更厉害，因为要管他们。要管他们，对。哦，对啊，所以他是冠军加金牌的总主厨。对，没错，双料冠军。对，然后稍待一会儿呢，我们这3位主厨哦会好好的来帮大家来介绍跟示范一些餐点。好，那我们讲到说，其实这一阵子啊，各行各业都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好，那当然大家就是说，现在台湾疫情趋缓了，好，可以去玩了。那当然就是你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防疫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说，市长黄伟哲还有带队到你们的酒店去，说你们是这个示范的防疫的酒店，就是表示说你们这个酒店的这个防疫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那到底怎么做的呢？我们一样有影片让大家来看一看哦，说他们的防疫工作到底做得多彻底，请看一下。你好，帮你测量一下体温，这里36.5度，请往前取票卡，谢谢。哇，就是这样在做防疫，也真是全方位的做到。所以你们防疫工作真的做得很彻底，对不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为了要让确保员工的安全，还有消费者的安全，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客人进来的时候要量体温，连在车道上面进来，我们也是滴水不漏，也是要量体温的。那同时我们在每一部的电梯也都有放就是酒精，可以让客人进来的时候量完体温了，他也可以随手去做一些手部的消毒。那我们在出入口，我们就是原本是2个出入口，我们就统一个出入口，希望呢能够集中在那个地方进出，那我们可以好好把关，让客人量体温的同时，手部消毒的同时，那我们在清洁的部分也做得很彻底，包括因为客人是不是会按电梯，或者是我们饭店还有一个手扶梯，所以这是客人常常会去摸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用75度的酒精去做不定时的去做消毒，那这样让客人会比较放心一点。那同时呢，还有客人会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像是房卡，或者是比如说是停车卡，这个东西都是客人一旦离开了拿回来给我们之后，我们都会做酒精的消毒。哇，好细心哦！甚至还有这个东西的设备，我不晓得其他饭店有没有，但是我们饭店有，就是外面在喷登革热在喷的那个设备，我们也有，但是我们不是放登革热药剂，我们是放了酒精的相关的药剂在里面，然后在饭店的角落里面去做喷，在户外的那个部分，对，室内也是会，就是因为我们的走廊都很宽敞嘛，对，然后会有一些缝隙啊，所以用那个喷的方式可以来增加消毒的作业，真的很彻底耶，对，哇，所以因为这样很彻底的关系，所以市长还特别来视察我们饭店，其实就是把我们当成一个酒店的示范观摩这样子。对，市长说你们是模范的，对，所以防疫工作真的做得很棒。那做得棒的话，其实让我们这个旅客啊去进驻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安心。
心，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很担心嘛哦。那安心以外，大家会觉得说，哦，我们这边真的是好好可以放松去这边度假的。对，没错。对，那我们刚才就是看到了，就是哇，这个风景这么棒，然后住的方面也很棒。那另外呢，就是说大家去玩的时候，希望说有一个很舒适哦，可以住宿的空间以外呢，其实吃东西也很重要哦。那当然呢，你们酒店里面这个主厨这么厉害，金牌的冠军呢都在你们那里哦。所以呢，这个总主厨再继续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你们练瓦这一间是非常的厉害。对，练瓦我们是一个日式的餐厅嘛，那我们其中里面那个铁板烧，对，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铁板烧师傅都是真功夫。对啊，真功夫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说练瓦哦？这个算日式餐厅，然后里面的铁板烧这个真功夫，为什么说它真功夫呢？看影片你就知道。哇，我们要来请教公关经理了哦。刚才在影片当中有功夫的那一位李师傅超厉害的，我们是在为了要帮师傅，因为我们会不定时去帮各个餐厅的主厨，他们拿手的菜色总是要让消费者知道，所以我们会拍一些影片。那我在介绍这个李主厨的时候，他要介绍他这个铁板烧的时候，才跟他无意中聊到，原来这个师傅他有练了10多年的瑜伽太极。瑜伽太极，对，所以这是真的不是只是纯粹影片，是他真的有练过，真的有功夫，对不对？然后我就问师傅说：“那你为什么会练这个瑜伽太极？对你的工作上铁板烧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那师傅就说：“其实他对他的稳定性有帮助，尤其是你看呢，铁板烧师傅他一定是要第一线面对客人，在客人面前做服务。那如果刚好遇到客人比较挑剔的，或者是比较不好处理的客人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应对？所以这个他的真功夫就在于他练了这个瑜伽太极之后，他比较有稳定的心情，同时呢能够像打太极一样去对付各种的客人，然后可以让客人满意。那其中有一次，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有一个记者好朋友，然后他来用餐，然后他就问我说他要去吃哪个餐厅，我就说那我帮你介绍吃铁板烧好了。那他吃完之后，那时候我没有陪他吃，他就单纯自己，然后由我们的李主厨来这边来做服务。是。那这个记者好朋友他因为有采访的本能，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们的铁板烧的特色在哪里？然后呢，就由师傅来自己发挥。师傅就说，我们铁板烧的特色就是我们食材很新鲜，很新鲜。再来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就是他功夫就是他了，对，所以一吃完之后，本来这个记者只是纯粹去用餐，结果又帮我们报道了半版的版面，全部都在讲这个师傅，对，所以你看这个师傅做好了，不止他的美食，也做好他的公关，然后呢，我们又赚到了一个版面，对，哇，所以这真的是那个李师傅哦，对，有真功夫哎。哇，真功夫变成是铁板烧的食神哎，对，所以他做出来铁板烧应该会非常的特别。哇，看完这一集，大家这样讲以后，可能很多人会要去吃铁板烧了。对，哇，真的是。那我们不止铁板烧厉害，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厉害的真功夫在这。对，没错。所以继续我们来介绍你们那边酒吧，那个酒吧也是很厉害，对不对？298我们有不定时的推出那个饮料，不一样的饮料，特调饮料。特调饮料。对，还有一个下午茶。我们是推一个英式的，是套餐式的下午茶，那个下午茶很棒。然后刚刚 Vivi 有讲了，我们饭店的这个旁边的风景很漂亮。那你坐在那个洛比吧里边，298里边，一边吃那个下午茶，和像贵妇一样这样。对啊，对，好享受哦。风景，对，要看黄昏之后，日落之后，看到我们中庭那个鱼龙透天的。
那个灯光打下来有不一样的风景。对，所以非常适合喝下午茶的地点。好，那另外就是说，你们这边的招牌应该就是采风楼，对不对？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那采风楼的部分，你是不是先帮我们的那个原主厨介绍一下？采风楼是我们集团IG 集团那边，现在是中餐厅都叫采风楼。对，所以我们现在是全国是36家采风楼。对，那采风楼的特色就是我们以粤菜为主，加些在地的食材。是，对，推陈做出新，一些创意这样。再做一些创意。对对啊。好，所以就是说你们是以粤菜为主嘛？那我们知道说，要煮粤菜，可能就是香港的师傅最厉害了哦。那当然原主厨啊，冠军主厨那你来这个采风楼服务啊，你觉得说哇，你经营这个采风楼，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感想？你们的招牌菜有什么？或者是说哇，你来这边经营之后，你觉得这个做的怎么样呢？采风楼是我们大中華區有36家，台灣是第1家。所以我定咗啲壓力是蠻重的。壓力很重啊。對啊，這個招牌不能丟臉。我一直以來我都想，好像剛才總主廚講的，用那個在地食材加上我們廣東菜烹調的方式，呈現給我們的台南的客人，這是我的理想跟目標。哇，就是呈現最棒的。對啊。所以你當廚師也很久了，對不對？我當廚師其實有一段很長嘅時間，我高中畢業以後，我就進入餐飲界。哇！到現在40年。哇，40年。哇，40年呢，所以練就了很棒的功夫，才能成為冠軍主廚。其實有謝謝我以前的師傅，他們對我的啟發是非常深的。因為以前的師傅，他們做事都是用正統的手法，烹調手法嚟做每一道菜。對。我獲益良多。所以之前的師傅給你很大的啟發，對不對？很大的啟發。哇！我要謝謝他們。要謝謝他們哦。對啊，所以你做了40年來是可以這樣子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地位，不簡單呢。所以就是說，很多師傅對你就是說，他們的啟發你，然後讓你可以就是很扎實的練好你的功夫，對不對？對。哇！也謝謝我們董事長給我一個這麼好的舞台，發揮我所學的，我懂的，我會的。對，那也要本身自己也很努力，所以其實這一路走來，你也是很辛苦的練習，對不對？其實不辛苦。不辛苦嗎？我喜歡做菜，喜歡上菜。喜歡就不辛苦。對，喜歡有興趣就不會。哇，真的很棒！所以我們知道說，你們酒店的話，就是采風樓啊，每一季都會推出一個非常有特色，叫采風10味，對不對？那現在秋季，你可以先介紹一下采風10味。我們在秋季，這個采風10味叫金魯秋意。對。是北京菜跟山東菜的綜合結合這樣子。其實我們每一個季度都會用在地的食材跟當地的食材，有個目標，有個主題。好像我們做過淮揚菜，做過川菜，再來現在是金魯秋意。所以金魯秋意就是融合了北京菜跟山東菜就對了。哇，那這一季這個金魯秋意到底它的菜看起來有多好吃？其實實際上吃起來有多好吃呢？看影片來，我們來看一下。哇，看起来是不是好好吃哦？都快流口水了。好，这个采风10味之金魯秋意呢，这里面，这每道菜看起来都很棒哎，所以里面最棒的，你觉得最有特色是哪一道呢？其實好幾道，譬如好像那個
那个片皮鸭，嗯，片皮鸭是用那个北京做法的基础来做，对，然后再来那个，因为那个片皮鸭，我们有加了那个自己特调的果酱，特调的所以果酱，吃起来酸酸的、甜甜的，而且把那个鸭肉的鲜味带起来也去腻。再来，我非常推荐我们拿到大虾烧白菜，因为台南客人都喜欢吃海鲜，对，这道菜是每一桌客人都点的菜，当然有主食、有热菜、有甜点。是。现在我带来这一道就是糖葫芦。对，今天现场帮我们做的叫做精味乳酪糖葫芦，跟一般糖葫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请原主厨来跟我们讲。因为我们这糖葫芦不单是糖葫芦，对，而且还有那个奶酪，奶酪是北京的做法，奶酪对不对？对，它加了那个酒酿，吃起来，不单单是奶酪的味道，而且有酒酿的香味。有酒酿的香味就对了，哇！所以你们怎么会想到用糖葫芦？因为一般可能就会用一些糕点嘛，有的就是西餐配西式糕点，然后在中餐的部分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可能酥饼啊，然后我吃过的，然后什么红豆糕那种比较有点中式的，但是会把糖葫芦放到你们的甜点也是很有创意耶。因为这糖葫芦，虽然有些人没有吃过，也听过糖葫芦，对啊，糖葫芦家传户晓。家喻户晓的糖葫芦，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有看过，然后可能现在目前有一些夜市还有在卖，对不对？好，然后但是一般也许很多人根本就没吃过。对，重点是我们是小番茄里面还有放画印子。所以它是比较不像是一般的糖葫芦，就只有纯粹里面可能是番茄或是某个水果，我们是还有放画印子。画印子，哇，对，所以你们其实每一道菜真的是都很精致，然后都有帮大家来设想到，哇，待会主持人可以尝尝看。对对对，现在吃可能会有点，所以待会儿呢空档的时间我一定要来吃那一串，那一串是我的喽。哇，好，那我们谢谢这个采风楼的主厨啦哈，跟着看到我们这个金卤秋意，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哦。好，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说，西点主厨的部分也是，你得到很多的对啊，金牌型男主厨我要帮他加个型男。对，你今年几岁？30几岁，对不对？对啊，可是你学这个西点的话，学多久了？学10几年。10几年嘛，哇，所以呢，你看这么年轻，然后可以得到这么多的金牌哦。他的这个资历，我真的要念给大家听一下：新加坡 FHA 美食沙龙国际大赛糖艺术的金牌，对不对？然后还有香港的国际厨艺大赛的拉糖艺术的金牌哦。另外呢，台湾蛋糕协会比赛有巧克力工艺金牌，日本洋果子协会东京蛋糕展，然后巧克力工艺金赏等等。然后刚才也有介绍过，他是马英九总统国宴甜点主厨，哇，这真的是很厉害哎。哇，所以讲到主厨这个部分呢，我想主厨今天也特别为我们要来带来了2道的甜点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甜点到底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帅哥型男主厨呢，已经帮我们变出了2道很棒的甜点，大家有没有看到？哇！看到那个很像苹果的那个是什么？叫做榛果苹果慕斯嘛，看起来好好吃哦。我们请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榛果苹果慕斯，所以它的内馅我们用了自己做的手工苹果酱。那其实，在榛果跟苹果这样的搭配，它是有点冲突，但是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会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因为其实。榛果跟苹果，你吃完我希望我做的甜点是可以让人家有一个亮点、一个记忆点，存在你的味蕾跟你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会选择这样子搭配。哇，所以其实我光看它的外貌，哇，那个苹果真的好可爱。它外面那个红色的部分是巧克力吗？对，红色的部分是巧克力。然后它的那个苹果的那个梗的话，也是巧克力做的。然后里面有包的就是有苹果酱的一个内馅慕斯，然后再加上榛果。然后刚才讲到说，这个其实2个是冲突的，但是你把它做起来的话，
可以融合在一起，然后让人家产生一种吃过就很难忘的味道。哇，待会一定要好好的来品尝。那另外一道呢？哇，那个真的是也很棒我看到了那个是草莓切片吗？一片一片的是草莓吗？它叫做开心果草莓塔，对不对？对，没错。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草莓，那一片一片这样慢慢放上去，放在我们制作好的这个开心果跟里面还有自己做一个草莓酱。那我们放在里面，那慢慢一片一片摆上去，才呈现出来这样子。哇，所以这2道甜点真的是中搞纲而且就是说非常有创意、有巧思，而且是出自我们金牌厨师的手。哇，那这样子的话，观众朋友其实要怎么样可以购买吗？还是要怎么去吃得到呢？在我们2898的下午茶就可以品尝到了。哦，所以它是在下午茶里面就含有这个，这2道新的甜点，就是现在全新的，连我都还没吃过。哇，但我们可以好好的品尝。哇，所以你们这样子2898的这个下午茶真的很划算，光这2个哇就超值了。对，就非常的值得了，非常的棒。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刘主厨其实我刚有听说你以前是做欧秋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哇，应该算是奶油手吧？可以来做出这么棒的甜点呢？那你当初为什么会从欧秋，然后变成说你要来做这个甜点呢？其实大概是我就是做了1个月，那我发现可能我的志向不是在那边，那所以呢我就刚好看到有工作是在做这个烘焙业，那就开始我的学习的路程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说原本是做欧秋，然后没兴趣，但是你就突然发现烘焙，是你有兴趣的。那做下去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有兴趣。是。哇，所以你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来，好，那你就是最拿手的甜点有哪些啊？最拿手的像我是常常去比赛这个巧克力还有拉糖的部分，那还有甜点的部分。其实这些就连在我们馆内我们也常常去做一些装置艺术，那常常用这个巧克力、拉糖，还有甚至一些客制化的蛋糕，我们都会帮客人去量身定做这样子。对。那你还做过马英九总统的这个国宴的甜点，对不对？那当时你的发想是什么？就是做他的甜点是用什么做的？当时好像是用那个柑橘跟巧克力。柑橘酱跟巧克力，对。因为那个大概是蛮久以前的。就是我们的西点主厨很厉害，他刚好提到就是客制化的，所以我们很多客人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然后呢他就会提出来，然后让他去发想。那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曾经有一位小姐，她要过生日，然后因为女孩子嘛，然后又是属于比较收入比较好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呢，她就想说要如何让她呈现出贵妇的感觉。于是她帮她做了一个名牌包的蛋糕，哇！然后呢，也帮忙做过一个高跟鞋的蛋糕。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我们董事长生日，然后我们董事长很喜欢打小白球，然后于是呢，他就把我们董事长呢做成他的公仔。可以吃的哦，然后那个造型就是整个环境氛围就在我们采风楼的环境氛围，对，所以等于是我们甜主厨他可以依照客人的各个需求，然后帮他做客制化，然后甚至我们在我们自助餐的餐台不是有一区是甜点区嘛，那他也会发挥创意，比如说我们在耶诞节到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去年他就做过用麋鹿的老公公。但全部都是可以吃的巧克力做的。哇，那也曾经像我们现在安平的一个新的景点叫做大鱼的祝福，也做了一只大鱼的祝福在餐台上面。哇，对，所以他可以利用他的手艺，然后利用他擅长的巧克力这样的一个技巧，做出各式各样你想得到的，也许他都可以创作出来。对，所以你比较擅长就是拉糖跟巧克力的部分嘛，还有甜点，还有甜点，甜点，因为最主要其实。刚刚讲的拉糖跟巧克力这部分都是在附加的，最主要是你要蛋糕要做得好吃，不然你的艺术做得很好看，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样子。对，就大家看说，外表很漂亮，但是吃起来就说，味道普通，但是不是哦，就是说你们要得奖的话，一定要好吃，然后又看起来又好看，而且其实是说你参加过那么多的比赛，你可以得到金牌，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因为比如说，你觉得说，创造这个甜点要得奖，其实它比较难的部分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意，那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假设如果你做了很多东西是大家对你的没有印象的，那可能你的得分的点就不会这么高。你必须要让人家很惊艳，那一眼就看到你。
这样子，所以这样才会容易得奖这样子。对，因为一般可能就是说你们可以去参加比赛的这个厨师，大家基本功都有了，是，对不对？所以后面要比的就是你的创意，对不对？对。哦，所以创意这个部分很重要。很重要。好，也因为有师傅的创意，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出难题给他们。像我们这次在我们饭店有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主题房，那房间又跟我们的西点师傅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总经理就出了难题给他，就是说我们既然住进了这个机器人主题房里面，他也要能够吃跟机器人有关的甜点。所以呢，我们在住了这个房间呢，就会有一个晚安加饮，然后会有一个迎宾的茶点。对，那个茶点呢，也是由我们的主厨来研发，然后也是跟机器人有关。比如说它的巧克力的蛋糕，然后造型是跟机器人有关，然后甚至小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要来杯牛奶？于是他就把巧克力做成机器人，然后用热牛奶冲下去，就变成巧克力牛奶。哇，好特别哦！所以等于是我们自从这样的一个主题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主题房也其实还蛮有加分的效果。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对你们厨师来讲，就是他们会常常出这个考题给你们呢，你们会觉得说，哇，这个我就要去发想，会不会很困难？还是说你真的很喜欢、很有创意的东西？自己是很，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又爱又恨。就是呢，就必须是这样讲，就是我们很喜欢做一些充满挑战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工作量啊，还有一些人力状况，我们都是卯尽全力在做，所以有时候遇到这些，我们都会一定要想办法克服，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在时间跟这个客人的要求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这个也都是要靠我们团队的努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就是对，就是必须是全部团队一起努力去做这些东西，才有办法有今天的这个一些成果。对，没错。哇，所以真的很棒。所以看得到3位主厨，其实在总主厨带领之下，大家其实都是要团结合作，才能够让酒店的这个餐饮方面变得非常的突出，对不对？很棒。好，那我们知道说，酒店在今年呢已经届满3周年，对不对？那3周年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来庆祝。那庆祝的话，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呢？是的，像我们每一年在9月份，我们就把9月份定我们酒店的周年庆。所以等于是我们希望每一年的9月份的时候，除了其他月份也可以来我们饭店，在9月份的话，其实是优惠是给很大的。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的9月份呢，在餐饮的部分，你就是核对你的身份证字号，因为既然是3周岁，既然是3年的话，希望跟这个你的数字密码跟3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有一个3的话，在我们餐厅消费就可以打85折。哇！然后如果你有2个3呢，就8折，以此类推。如果你真的身份证真的有办法到8个字都是3的话，你可以达到5折。哇！对，所以等于是我们的优惠是给很大，只要你的身份证，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没有身份证字号没有3，我可能我们登记师傅有，那我就找他来就好了。就是结伴来，我只要看一个人的身份证的证件，然后我们就可以最多有6个人同享优惠。哇，好棒！所以那个除了餐饮的优惠之外呢，我们当然住宿也不能也要给客人更多的优惠，因为餐饮比较是给地方给台南乡亲们一个优惠，但是呢住宿的话可能给外县市，没错。所以呢我们在住宿部分呢也推出了，就是你连续住2个晚上，平均下来1个晚上只要3333。哇，都是跟这个3的数字有关系，这样很划算的。对，所以等于是你2天下来，那如果再加上现在有安心补助，那1个房间1个晚上用一个证件可以补助1000块，对啊，所以换算下来1个房间1个晚上也才2000多块。对啊，是不是5星级的饭店2000多块是非常超值的？没错，对，所以等于是我们在周年庆是在所有的月份当中优惠最多的，所以大家要把握。现在呢还剩下短短的时间，9月份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快利用这些时间来我们饭店，不管是揪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外县市的好朋友来台南住一下，然后呢，或者是你已经是台南人了，没关系，也可以来吃个饭、聚个餐，甚至我们还遇过很多好朋友，其实他本身也是台南人，或者是邻近的高雄，他也愿意花时间来住我们饭店。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在我们饭店住宿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放松。所以呢，9月份的优惠很大，所以大家要把握。那重头戏就是因为我们的饭店的周年庆的那一天是9月27号，就是我们的真正的生日那一天。对，因为我们是9月27号开业的，所以呢是在那一天呢，我们今年也举办了第2次的健走活动。那去年第1次办的时候呢，就因为第1次试水温嘛，结果就已经获得700多个人的响应来参加这个健走的活动。那今年是第2次举办。
那您知道现在报名人数已经爆满到1200人。哇，对，那为什么在这个健走活动会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刚刚前面其实一直在提到我们饭店的地理位置，我们的正前面是盐水溪，那盐水溪的前面刚好有一条的自行车道，所以等于是它可以呢在这个自行车道慢慢的去走，然后呢可以欣赏到夕阳。所以呢，我们的健走的活动是跟别的健走活动是不同的，可能其他的活动是办在早上，对，但我们的健走是要跟着夕阳走，所以等于是我们会办在下午的时间。所以当你走完这个我们规划这个4.5公里的一个路程，其实对于小到4岁，甚至你年纪大到90岁，你只要能够行动的，可以走得动的，对，这4.5公里都不是太难。对呀，都很棒，它都可以呢慢慢的去走，然后呢，就算你花1个小时走完全程的话，你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总统套房的抽奖。哇，好棒哦！因为我们今年为什么会特别把总统套房拿出来抽奖，是因为我们也响应台南市政府，因为这次为了疫情的关系，台南市从市长带头去拼观光，所以呢，他也跟我们的业者来做，我们饭店业者来合作，就是把我们的饭店的总统套房拿出来当奖项，然后希望给外县市的朋友来台南常住，就是多来几次，多住几个晚上，然后就有机会抽到我们饭店的总统套房。哇！那既然市长都这么用心的来去做台南的推广，那我们饭店自己本身也是有总统套房啊，所以我们更应该把这个总统套房拿出来当成我们的健走活动的最大的奖项。对，所以等于是呢，在今年才会吸引到1200人来报名参加，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额满了。所以如果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观众朋友也没关系，如果你来不及报名，你就来跟我们体验吧。就是在9月27号的下午4点钟，然后来我们大厅集合，然后呢4点半开始走，然后往东走到树屋，然后再走到河堤，往西到市草大桥，这样子回来一圈，只有4.5公里，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自在，而且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热活的一个运动，然后一起来帮我们饭店来做庆生。对，没错，哇，那沿路的风景真的都非常的棒哦。好，那我们除了这个住宿跟餐饮以外，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宴喜庆啊，还有这个商务会议哦，你们也有提供服务，对不对？而且都是很棒的服务，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好的，那前面刚刚有提到介绍我们的宴会厅，其实是很棒，就是除了有1载京城的吊灯，然后我们的长毛地毯像盐水溪一样，那重点是我们的空间很宽敞，它可以容纳50桌的喜宴，再加上呢很多的喜宴的空间都是密闭式的，甚至有很多都是在地下室。但是我们的宴会厅最大的特色一样是有大面积的落地窗，所以呢很多人喜宴为什么都会办在晚上，是因为它根本没有 view。但是我们饭店最大的好处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棒的一个自然生态，对，然后我们引进这样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风景进来，所以很多客人会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来办宴客，对，所以也是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不管是办喜宴的新人也好，他看到这个场地一看就满意。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原主厨的手艺，因为我们的宴会厅的喜宴的菜色也是我们中餐厅，好，所以也是我们的原主厨所带领的团队。当然，我们的甜点就是我们的刘主厨，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总主厨的率领大家，把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拿手的好菜，把它灌入到我们的喜宴的菜色上面。所以等于是我们新人呢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喜宴的菜色跟一般的中餐的菜色不太一样，因为它也融合了粤菜，然后它也会像刚刚原主厨也有提到，我们会有不断的研发新的菜色、创意料理，所以等于是让我们的新人不会只是单纯吃一般的中式的喜宴的菜色，对，都一样啊。对，所以会不会有变化？所以等于是会让我们的客人吃了之后，他本来只是来当客人的宴客，可能他来吃某个人的新人的喜宴，到最后变成自己办喜宴也指定来我们家。对。那我们这个场地除了我们宴会场地很棒之外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大厅也很大，所以呢也很多的一些研讨会，他也会选择在我们饭店来举办，是因为我们宴会厅这么大的空间，然后它有很大的一个长廊，所以呢在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做很多的布置或者是茶点区，然后在宴会厅里面去做他们的研讨会，所以这个空间不仅是可以放大，同时也可以切割成为2个空间，宴会厅变成2个空间。那因为我们在3楼的地方也有8间的会议室，所以不仅可以满足喜宴的新人，也可以满足许多的企业，他们可能要做分组讨论，或者是要做一些研讨会的时候，可以一间一间的会议室。对，所以等于是我们有大空间的宴会厅，也有小的会议室，所以都可以满足这些公司行号来做这样的一个会议也好，或者是年度的奖励的一个旅游。对，对，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的一个地点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4位来宾到现场哦，让我们知道说台南大园皇冠假日酒店呢，哇，他们的经营理念啊，还有他们里面的一些设施啊，还有他们这么棒的3位主厨带领之下的提供了这么棒的餐点。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各位哦，有什么话跟我们观众朋友讲的？来，我们先请刘主厨。对于我来说的话，甜点应该就像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那我也希望就是把我的一些热情，那可以分享给在台南的一些朋友。所以我也希望有观众朋友或者是来我们大园皇冠吃的这个宾客都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谢谢，谢谢主厨。然后接下来是袁主厨。享受美食是一种乐趣，是。希望大家到彩凤楼，品尝道地的粤菜。好，真的是会非常的道地哦。好，来接下来周主厨。希望大家不管去哪个餐厅，都来我们饭店里边尝尝我们的餐厅食品，用我们热情的服务大家。好，谢谢。好，最后我们请那个公关经理。好的，那我们刚刚介绍这么多，不管是住宿也好，或者是用餐也好，其实我们讲这么多也是没有用的。重点是消费者要亲自走到我们饭店，然后亲自去入住我们饭店，然后去品尝我们这些主厨们带来这么精湛的一个厨艺，他才可以真正感受到，透过口耳传播，才会真正达到你对这个饭店的满意度。对，好，非常的棒哦。好，那大家不妨呢自己亲身去体验看看哦。好，那再一次谢谢4位来宾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起笔旗下这波底下各级短了，咱再会。